为了帮助绿色过好年，由台南市县长郭信良结合订立爱心花，每年伫个岁末年终，拢会伫个安南区的服务处来发散物资。今年已经连续第19档来举办进米的活动，结合善心企业的爱心物资，希望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低收入户来过好年。今年已经连续第19年发放物资哦，那非常感谢牛头牌沙茶酱还有林秋山今年的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还有很多的好第一食品，很多社会赞助的单位。那这19年已经发放了将近6000万的物资，包括棺木，包括收买哈。那非常谢谢大家。那今年安南区的弟兄将近1000位。那我们特别的举办了义检，还有整个瓦拉汤海当营养汤，还有我们包括在做流感 X 光的检查，还有血存连，还有包括呢这段时间如果咱等了上久，咱去请一个团来遮，互因感觉心情较轻松。希望这个活动会当带因加减减，度过一个快乐的年。县长郭信良表示，订立爱心花对民国92年成立。长期以来协助绿色双重事宜，有几来佮帮助来关米助贫。19年来订做超过5000多班，价米将近36万5千斤。现场还有免费的义诊加写春联，以及衫甲鞋的免费小送。服务处当时也准备汤圆甲营养汤，互民众来品尝。现场充满过年热闹的气氛。台南新闻因跟采访报道。